大埔雲福苑火災唔因為人禍痛失家園同埋至親已經夠慘，更加離譜嘅係有自稱係雲福苑嘅居民，竟然收到香港寬頻打嚟 sell 寬頻。我想問，點解貴公司即係 HKBN 寬頻上網嘅續約同事，點解一直不斷用3字頭同埋2字頭嘅電話瘋狂咁打俾我屋企人呢？仲要問我嘅屋企人雲福苑嘅家居寬頻係咪續約？請問你哋係咪知道我嘅登記地址？貴公司係咪冇睇到新聞？好想知我哋屋企都冇埋，仲要問續唔續約？而家屋企人仲係 ICU， 想問下貴公司，如果你屋企人被困喺火場入邊，因為你啲職員又瘋狂咁打電話，導致電話冇電而失聯，你係咪應該要負責任呢？一班網民都睇唔過眼。先唔講情感同公關，好想知佢哋點提供到服務，仲敢收錢，真係無良商人。點解可以咁冇良心？之後香港寬頻亦都上水留言：你好，非常抱歉聽到你目前的情況，並對因此造成的不便致以誠摯歉意，提供你家人的香港寬頻賬戶資料，我們收到後會盡快為你跟進處理。事後事主向傳媒透露，香港寬頻提出豁免佢3個月嘅月費，但事主認為大廈修復都需要時間，質疑第4個月之後嘅收費安排，以及喺樓宇未能夠居住嘅情況之下，能唔能夠繼續提供服務，職員嘅答覆就含糊不清。而對比其他嘅電訊商可以提供1年免費 WiFi 嘅做法，事主覺得香港寬頻嘅處理手法根本就冇顧及災民情況同埋感受。香港寬頻之後向事主道歉，解釋話係因為個別嘅同事未能夠實時遵從指引，導致事情發生。該公司承諾安排事主嘅寬頻同埋家居電話服務全數豁免，直至另行通知。香港寬頻冇幾耐之後，亦喺 Facebook 出 po， 仲用中文同英文發表通知。香港寬頻與你同心，持續支援大埔雲福苑受影響居民。近日大埔雲福苑發生火災，香港寬頻心繫所有受影響居民，在這段艱難時期，我們致力提供實質支援，與社區攜手共度難關。香港寬頻又表示，會為所有受影響嘅雲福苑居民自動豁免固網嘅寬頻同埋家居電話服務月費，直到另行通知。前者所講嘅安排亦都無需申請，系統將會自動處理相關嘅豁免。同時宣布免費提供 5G 嘅流動路由器同埋本地嘅數據 SIM 卡，協助居民保持對外聯繫。所有流動服務嘅客戶可以即時升級至到無限嘅數據同埋通話容量，有效期就去到今年嘅12月31號。另外，會全面豁免因為火災損毀嘅客戶設備相關嘅費用，亦都無需要辦理任何手續或者歸還損毀嘅設備。同時，義工團隊會持續喺現場為居民提供協助，為庇護中心籌集同埋運送緊急嘅物資。相較香港寬頻，網上行就窩心得多啦。同樣有災民出 po 話真心想多謝李嘉誠，因為佢只係打咗網上行嘅熱線，就將名下嘅所有寬頻同埋電話費全部豁免。就連災民嘅3個屋企人嘅電話號碼，全部都 upgrade 去無限上網。雖然網上行係屬於李澤楷，但佢都祝成哥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個 po 已經有4.6萬個心心啦。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Channel V 會繼續跟進火災嘅情況。